好啊，同大家分享啦。咁啊，呢個就係八大 PV75HD 第二代嘅機架。咁其實呢個機架咧，其實就係舊款嘅。呢個頭咧係第二代嘅。咁點解會出第二代咧？因為咧 DJI 咧已經唔再出嗰啲窄角鏡頭啦。譬如話呢個 DJI 呢個窄角度嘅鏡頭已經唔再出㗎啦。咁啊出翻 Wide Angle 啦，雖然係貴少少嚇，我都明嘅。咁你以前咧要 DIY 自己改啦，但係好唔穩陣嘅，撞幾下咧鏡頭飛埋走嘅嚇，因為嗰啲係 3D 打件。咁而家咧 DJI 咧就出咗一個超廣角啦，係啦，真係超廣角啦。所以咧八大就好多廠咧開始而家設計緊個機頭啊，因為呢個機頭咧同以前個機頭係唔同嘅。以前機頭係闊啲啦，將個減震咧喺裏面比較複雜啲咁樣啦，裝喺裏邊。咁啊一撞得多咧就會好多會散㗎啦。咁而家呢個咧就好明顯就係、佢係好襟撞，但係鏡頭唔襟撞，所以鏡頭咧就好似我咁樣啦，一層層咁樣堆啲防撞棉上去。咁買個四方舊好厚嗰啲咧黐唔到嘅，因為咧佢要弧形啊，先至黐到最大嘅面積。因為佢要弧形啊，所以我都係用咗熱風槍吹亂佢，跟住一嘢黐落去，所以佢就可以黐到咧咁貼，同埋一定唔會甩。咁如果你買啲厚身嗰啲一黐落去咧，因為佢好硬啊。咁啊，所以佢黐唔到咁大面積，所以可能會甩咗出嚟。咁用呢個方法。咁我點樣將呢一個新嘅頭裝落去舊嘅機架度咧？任何嘢唔變，淨係換個殼嘅啫，就用最低嘅成本去搞。咁然之後咧，我就係用咗一個方法，呢個淘寶有得訂嘅，就係呢個 adapter 啊，呢個係一個碳板嚟嘅 adapter，即係話呢個 adapter 裏面用嘅就係 AIO 轉翻大嘅飛控嘅 size。呢個其實就係飛控上面嗰個 adapter 嚟嘅，即係 adapter 啦，當你可以將變斜裝變正裝。呢個 adapter 有咗好多年㗎啦，幾蚊一塊啫，係啦，咁就可以用翻佢嘅減震球。我試過裝到嘅，尾都裝到嘅，不過少少斜斜地咁咯，因為佢唔係一個對應嘅位置啊，因為佢唔係為咗呢個假設嘅對應位置，所以佢都係會咁樣掹緊，但係都冇問題嘅，因為佢都係減到震嘅。咁啊，第二種方法咧，又可以買一啲 Avata 1嘅減震球嘅，亦都係幾蚊雞嘅啫，幾蚊雞幾粒，4粒好似10幾蚊到嘅呢啲 Avata。咁我就兩溝。咁如果呢個機架好，呢個機頭好處咧，就因為個頭咧已經向前咗，又彎高咗，但係望到呢個像咧又少咗，即係話我咧嚟拍嘢工作咧更加爽啦，因為 O4 Pro 咧太重嘅。如果用呢啲細嘅機架咧，一飛上去咧，好呱呱嘈啊，有啲客人會好驚咁樣。咁啊，盡量輕量化，呢個都係100 gram 度嘅啫嘛。用翻佢75嘅機架嚇，跟住攞個 adapter 擴展佢，然之後再掹一個咁樣嘅減震球嚇，都係斜斜地嘅。咁一樣可以做到減震嘅效果。咁可能玩花式咧，就可能有啲困難，因為太搖啊果凍，但係都問題唔大嘅。但係我到影視嚟講咧，做影視嚟講咧，梗係最緊要係穩定啦，係咪先？咁呢個咧就用最平嘅方法，去將你舊款嘅75升級成為呢個75 2嘅鏡頭，係啦。如果你用翻呢一個咧，就裝唔到噶啦。咁亦都可以用我呢個參考安裝啊。咁螺絲直接擰翻佢 AL 個上面嗰度啦，跟住只不過係透過一個 adapter 綁一個減震球啫，就用呢個方法。咁第三種方法咧，你都可以最平嘅方法咧，就係買佢嘅呢個機架，都係幾廿蚊嘅。呢個幾廿蚊，呢個幾廿蚊，加埋唔使100蚊嚇，即係呢個換嚇。第四種方法咧，就係買佢動力套裝嚇，買佢嘅新版本嘅動力套裝，自己裝個 O4，買個新嘅 O4 Lite Wide Angle 就得㗎啦。反而呢一個咧裝到窄角鏡頭，咁啊，但係你要裝窄角鏡頭咧，你就要安裝翻佢原本 DJI 配俾你嗰個 adapter 吸落去，你先至能夠去裝翻呢一個機架度，係啦。